敢有人真正遐白目咧？来看这丰台买来，也毋过社群平台顶悬咧，煞传出有人开始来传假消息啦。有人是用这台南市长黄伟德的相片，竟也讲要来放丰台假，这是引起民众的误会。台南市长黄伟德强调会依法来追究责任，呼吁民众千万毋通摕这来讲生笑。 新的这个丰台持续往西的刷叮当，南部实地民众暗时拢真关心，看敢有达到放丰台假的标准。而一旦市政府宣布正常上班上课，结果伫咧社交软体，所有人用伊家己的号号相片偷用台南市长黄伟特的相，发布台南明仔放假假消息，而且伊阁是一位高中学生，民众看到拢害头，认为安尼是无该特动，不太妥啊，不太能够这样子误导人家，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。觉得这样其实不好了，因为会。 就是散播一些不实的消息。针对该生的不当行为，本校将尽速召开奖惩委员会，依校规妥善处置，同时加强全校学生网络使用规范与法律责任之宣导的教育。经过了解，这个偷用市长相片的高中查某学生，即阵已经知影唔对啊。校方这边嘛依照校规来处理。另外，这乱删用相片的事件，唔敢来一层，有人佫较喊，那相片参市长同款，连号号嘛买同，市长嘛随。 下面背回澄清，伊嘛出面讲，这款代志会依法来追究，还是需要来依照法律的规定办理，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。如果法律允许，我们就尊重；如果法律不允许，我们就移送。本案经查非由市府正式发布，属不实讯息。 本大对于掌握特定对象，将依法侦办。甲要放丰台假，拢是经过市府评估了后，才对外公告。警方等咧调查，告示以灾害防救法第53条，罚30万至50万块。另外，叫报上无影的信息，影响到公众，会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参100万以下罚金。呼吁民众唔通摕这来黑白讲生笑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